来有一间大卖场，每个月拢会安排路线到大台南的偏乡地区去摆摊，方便当地乡亲采买到生活用品。这个月是来到帮忙，当地长辈者拢讲足甘心的。 因为庄卡所在资源较无够，所以就大卖场的业者特别伫咧逐个月拢会规划伫咧台南地区是大人较济的所在来摆摊，成做一个行动大会卖生活用品。这边的乡亲买东西也比较没有那么方便，所以我们才想说来这个地方服务大家这样。对业者这尔大心，当地民众感觉真欢喜，佮感动。 业者嘛听是大人的需求，后摆再佮甲因想要爱用品送过来。那对那个年纪比较大的，其实还蛮方便，因为他们在这边也没办法出去外地买东西这样子。业者嘛讲，这是总公司长期的计划，嘛是对社会一种回报。未来嘛继续来到台南的庄卡地区，来服务社区的士大人。 我是吴一璇，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按赞，开启小铃铛，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